观众朋友食饱未？老师平安。平安。听讲咱今仔日要来即个所在，时间甲伊放袂记咧啊，因为啥物2000档对无？这个所在互人袂记咧，应该是1000档啦。1000档拢甲伊当做无，后来最近学出来。所以观众朋友，你看我后壁这已经去用学出来，足水诶吼。会当想到讲以前是啥物，拢是圆诶。咱今仔日要讲诶即个所在，伊诶教堂吼，拢是圆诶，对无？而且听讲这有啥物1000几间，1000几间，到最后真无简单啦。所以耶路撒冷以外无一个所在像安尼，所以有人讲这是第2个耶路撒冷。是安尼厉害，1000几间教堂，佫毋捌看过吼。有人认捌即个所在庙，叫做啥物？这是一个拄好伫一个边界对无？对，你看因诶边界拄好伫个阿尼。本地阿尼吼，咱第一个介绍阿美尼亚诶时阵，就讲咱煞了拢要来讲阿美尼亚。其实阿尼有哪是阿美尼亚诶啦。安尼哦。即阵是土耳其诶即阵是归伫土耳其。是，即阵拄好伫即个中间诶吼，是一个拄好伫伊诶边界所在、界界诶所在。所以伊迄阵，阿尼上届复兴诶时阵，应该是961，就是1000年前后50年啦。迄阵阿尼会当讲上届名声上届响，因内底诶教堂有1000间啊，所以有人讲即个城叫做1001座教堂诶城，还是讲1000座教堂诶城。就是讲，即个城市内底有1000个教堂。迄阵后来最近诶历史学家有对涂骹甲伊挖出来，有发现伊诶教堂有50座啦。伫因洞窟就是讲，因遮诶土地会当伫因像迄个溪诶壁，就会当挖厝吼，还是讲挖礼拜堂。洞窟诶有33座，佮较小诶教堂有20座，所以你甲加起来已经1003座去啊。即摆挖着一定有1000几间哦。是毋是？安尼真正毋知影这是减一个零对无？500、300、200，反正就是吼。伊是一个做者啥物歌德，咱之前讲过歌德建筑。但是上重要就是间主教的祭堂吼，主教的祭堂吼，伊会使讲是欧洲所有的大型礼拜堂的模范。伊的启发，迄建筑会较知影啦。讲伊的启发是安怎去？后来200档后，欧洲才有出现即款启发的教堂，就讲会当怎样去顶悬一个圆的塔。迄是建筑方面啦。这真正你看起来那像迄人诶地狱外族，就是讲迄个城墙对无？无新即个南普拢诶墙仔壁，是毋是拢直直倒好啊？毋是，伊诶墙仔是安尼半圆诶啊，佮分2层吼，1层、2层，外口顶，佮内底顶。是毋是安尼较歹爬入去安尼？佮歹，你要甲弄好倒较歹弄。因为半圆诶，你若讲直直，要弄好倒较简单。你若半圆诶安尼，半圆形安尼，伊直甲空起来，你要甲弄好倒较困难。观众朋友，有人诶厝是半圆诶无？安尼较勇哦，另一摆会当设计者吼半圆诶吼。而且即个所在已经是联合国已经。联合国对，伊算做因诶伊规定诶文化即款诶资产吼，袂使黑白甲伊破坏，还是甲伊废掉。
伫亚美尼亚这个国家吼，伊衰落以后，就足济届，甲顶下就俄罗斯来，甲顶下就拜占庭帝国，甲顶下就个叫做什么土耳其的，什么足济国家拢入来了，所以因不是拢换主人。塞尔柱土耳其塞尔柱其实是突厥啦，突厥就是讲较早游牧民族，因甲蒙古人拢共款，是骑马小战足厉害，所以因会当进入来到遮，着抢劫这个城市，所以这个城市就变因的。以后就伫遮，因为这个所在交通方便，所以就伫遮建立因的王宫啦，或是讲，因为塞尔柱土耳其迄阵已经信伊斯兰教，伊斯兰穆斯林啦，已经讲做穆斯林啦，所以你遮就甲教堂变做穆斯林。所以伊毋是因为地动伊是因为地动，毋是因为后来地动是以后的代志。伊塞尔柱土耳其入来以后，后来佫有短时间，佫有入去伫亚美尼亚的管理内底，毋过管理无偌久，蒙古的人就佫入来啊。蒙古因那是骑马的嘛，骑马小镇的，就占这个所在。一直到1319年的时候，有一个大地震，迄个大地震甲内底教堂顶悬有尖尖的塔，差不多拢淹倒啦。一个足严重的地震。所以人去遐尼水，千几间，上帝一秒钟都无去啊，后来佫有大屠杀。迄个大屠杀足可怜的。后礼拜过来讲个屠杀是大几万人啊，150万人。是，所以这就是其实因的符合，就是讲因若要举旗仔出来，就是用这个做因的旗仔，有十字架，一只狮的顶悬有一支十字架。看起来做伊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咱知亚美尼亚是全世界第一个宣布基督教做因的国教的。咱伫外口若看到这个，就表示伊是联合国的遗产。联合国文化的资产，袂使黑白甲伊叮当的。捡一块石头，可能拢会去用掠去的迄种对吧？你看这是远翕，真正都是。你看因的墙仔壁安尼半圆的，安尼连线，用半圆来做。伊这用的料就较济，你来直迄个料就较省，用半圆的迄层啦，还是讲红豆，就爱利用足济入。所以虽然咱想要较坚固，但是嘛是袂堪伫地动一动安尼地牛对无？咱讲的地牛安尼。好，所以为迄个问入去的拄好咱看到这是两个什么一条河这条河拄啊国家的界线，亚美尼亚甲土耳其因的界界中就是条河水。就是我的后壁，我的背景后壁迄条河水。等下看觅下。迄条河水，我去的时候看到完全是青色的啦，绿的啦，伊的水是绿的。这厉害，足水的可能毋捌看过伫河谷中个会当遮尔水的水。因的河就用迄条河的壁。因的土较定，像石头，所以会当挖空做厝。是安尼。你看这就是边界，咩讲？边界。边界嘛。边界就是讲因的界界啦，两个国家的界线。用迄条河，用迄条河水做因的界线。就是这一条河其实甲修过就好但是
即阵连啥物连行过拢袂，连行拢袂使行。两个国家元首甲归咎诶。无邦交就对啊。所以虽然这收者就过去，但是袂使收吼，可能会直接入去迄个国家诶迄个。还个向顶管走去另外一个，算做你若伫土耳其诶亚美尼亚诶人，要等去恁兜，先出国去到顶管迄个国家，然后再入去亚美尼亚。你袂当对土耳其直接去亚美尼亚，袂使安尼。是，所以袂使强调。先去要第三国啦。吼，若无安尼诶话，可能会去用直接掠去食便当对无？是非常诶无简单诶。所以咱来看即个伊即个吼，其实迄网络顶管写诶吼，毋知影讲到底倒一个是即个有钱诶人吼去诶。有钱诶人是正平迄个啦，迄个无毋对啦，因为我实在看到实在迄个绝对无毋对。佮上界另外迄边哦，你注意甲看，迄溪边下骹一空一空，迄就是人诶厝啦。人讲洞空哦，乌土空，无定着迄个阿东校啊吼，较早可能是住迄款厝吧。另外一张图，我是讲你拄则三张诶，另外一张，迄张对，你即摆拄咧着。所以就是迄张你看，是咪洞空？迄洞空就是人咧徛诶。是安尼。伫河边啦，河边就会当乌一空来做你诶厝。这个厉害，歹势哦，无图片无用好，所以这个是一空一空，这是厝呢吼。我想讲是啥物动物的引导安尼。较早是讲较早吼，亚当夏娃吼，阿东夏娃互人赶出来爱电两个是，无定咧就是住咧即款厝诶。嘿嘿，因为即个所在是爱电人诶所在嘛。这中即个是咱网络找啦吼，可能以前是安尼，伊就也未地动以前吼，顶悬有一个尖塔，后来即阵去看是无啊，因为渐渐迄个塔已经倒落啊，地动以后就无去啊。来则佫有另外一个叫做。这就是个宫殿啊，因为国王咧住诶所在。所以是13世纪起诶。这个西尔主来遮占领诶时阵所起诶一间因诶宫殿啊，你看因外口吼足水啦，外口足整齐吼，安尼用迄个伊诶图案拢做甲足水。这是后来甲伊收起来，修理起来，倒落个甲伊沿落起来安尼对。这是因为土耳其吼，是讲伊斯兰教伫即个所在管理真正当，所以因起足侪伊斯兰诶教堂，有诶是对基督教堂甲伊改装诶，像即个就是特别起诶清真寺啦，清真寺吼，听讲即间吼。即间就是土耳其即摆是逐位拢有啦，逐个城市拢有啦，拢有迄个清真寺啦。听讲即个是第一间。安尼，这看起来就像烟囱安尼吼，烟筒讲。因一定爱足悬，因为因甲迄钱啊拢放伫上顶悬，到我会记会知是5点就开始叮咚叮咚开始叫起来祈祷啦，爱起来祈祷。对，因那一工3摆对无？几摆我袂记哩啊。就是一定。反正因5点就开始咧叮咚叮咚啊，因为因爱起足悬诶塔，钱啊啥会当传到所有诶人拢听着。是。所以后来即个就是另外一个这叫什物？主教。主教座堂，即间上有名嘛，上大间啊。是。伊诶建筑诶方式，原来是上先进诶，像说欧洲以后起大间礼拜堂诶模样。
所以伊是安那起诶咧？为虾米可能无共？头前伊顶悬是渐渐无圆圆诶吼。所以咱会当了解着讲，阿美尼亚迄阵诶建筑师吼，就足厉害啊。所以阿美尼亚会当一个文明诶古早诶国家，哦，是，伊大兴开发诶一个国家啦。嗯，听讲因即摆诶城市，哦，因诶城市就是那阿对船顶出来以后所建立诶第一个城市，就是目前阿美尼亚诶首都。嗯，所以伊有三个门哦，就是嗯，讲吼，联盟啊，袂使黑白行对无？有国国王王对待你规定诶主教对待你，啊，是民众就是讲老百姓诶对待是拢有规定哦。哦，所以其实伊顶悬嘛是有圆圆啊，但是因为地动吼，迄个圆圆诶拢倒去啊吼，哦，迄个尖尖迄个无去啊。圆圆诶拢无去啊，就是变成安尼，剩安尼啊吼。所以这个另外一个叫哦，做即个救助目教堂吼。前是破一半啦，你敢会当看到一半，所以我甲两半分做两张图，一半哦，即摆用迄个铁机诶脚架吼，甲是，伊顶起来，要甲伊哦，修理诶吼。啊，另外即间是对后壁翕，啊，即间厝有一个特别诶所在吼，伊是19边，就是讲伊诶吼，你看圆诶，其实毋是圆诶哦，伊诶是哦，安尼直诶，拢总十九个边，哦，所以19个，就是你注意甲你放大地，咱看着伊是直诶，安尼嘿，19个窗啊，吼，哦，19安尼个拢直窗啊，诶哦19个，嘿，所以连起来远远仔看，咱想圆嗯诶，其实伊是19个窗啊，嗯，而且就是看着，会想着自由女神吼，伊诶中嘛是安尼，即摆咧，因为迄各地诶建起就是要修理，是，要甲迄个天棚遐搁甲修理。这拢是老师去遐翕诶哦，这无简单，所以其实，你看哦，嗯。哦对哦，嘿，因为是安那话，因虽然拢无去啊，但是因嗯，信用嘛是搁伫诶，对无？哦是。伊着甲伊色诶人共款啦。伊目前吼，因足可怜诶啦，因诶国家吼，本地伫土耳其遐诶人，差不多有80%诶人，拢嗯，总互杀死啦，剩20%。哦，是，啊，伊即摆流浪到世界每一个国家，所以住伫外国诶比伊伫本国诶人更较济。哦，所以因就是想所以因要，伫外口有哪咧祈祷，有咧嗯唱歌，有哪咧孝念因诶阿尼。嗯，所以咱就想着诗篇内面有讲着，一嗯，个祈祷，对无？哦，就是讲，较早以色列人毋是互掠去伫巴比伦嘛，啊，嗯，伫遐哭讲，哦，耶路撒冷啊，我若袂记得你，是愿我诶正手失落伊诶本事，啊，佮是，讲愿我诶嘴念伫上腔，就是讲嗯我变做下狗诶，袂唱歌啦，啊，我变做袂晓做工，哦，讲我袂。伊少年也著使练到什物程度？啊，嗯即阵阿美尼亚诶人吼，有那少年因诶安尼，因嗯，想要倒转去，但是因袂当。哦，是土耳其诶人无准因去。是。就是想迄，咱想诶，做侪代志吼，时间过去可能拢去互袂记哩啊。但是其实上帝拢帮咱记咧吼，会记嗯，看圣经，圣经内面足侪即种代志，历史诶代志吼，拢是记载伫圣经内面。所哦，以这是安尼诶地图。安尼规个足侪1000，这40经啦吼，有去互学出来诶就对啊，是。所以本来就是看这什物马哈哈顿诶嗯，梦做成诶对无？好，所以咱即本来看老师翕诶影片哦，因为吼老师顶礼拜有讲，袂记你开什物防震，
所以有一点仔会对动诶吼，不要紧，你对老师做回动吼，咱来欣赏老师翕诶吼。即文讲诶就是阿尼古城吼，伫托尼基。这是多年期的人啊，哦，因个导游啊，带阮去参观的。哦，啊，这有一个狮仔，有人看会出来无？哦，壁顶悬有一只狮，嘿，敢看会出来一只狮。啊，狮顶悬爱画一个十字架。哦，诶，这是诶，为相片看袂出来偌大吼，诶，人翕咪较感觉讲哦，这真正足大诶吼，这是其中一景尔，千景教堂。那是墙仔门尔，门口啊。会已经出门啊，所以是顶19世纪的是在2000年啦，开始伫遮学啦，伫遮学内底，较早的建筑，是，这学出来拢剩一寡壁，毋过看伊的壁拢真高啦，起甲真勇。是，而且因迄个名仔吼，就是讲甲托尼基啊、亚美尼亚的边界，因拢有军队咧固守。诶，19世纪应该是18几年19世纪哦，18几着，200几当时。诶，所以这是你洗身躯的所在，哦，拄则迄身躯啊吼，这是主教座堂。主教座堂上大间的就是一间啊。上大间，哎，即阵甲你修理啊，经历。老师可能是要互人知影地动是啥物款对无？所以吼呢，哦，恁内面也可以当看到因较早，有哪去啊，真水啦吼。系啊，这是中迄个北边遐就是一个关塔。哦，一个关塔，但是塔已经无去啊。啊，已经无去啊，对，塔已经倒回去啊。而且内面应该是砖啊较济啊。迄是应该是石头哦，石头诶。诶，头前迄个悬悬诶，迄个头就是伊斯兰诶迄款烟囱嘛，一款诶是报时钟诶钟楼。是。诶，像即本诶清真寺嘛，无啥共。诶，怎若热天气应该做热诶，边仔无啥物树。伊拢无树啊，因遮拢无树啊，全部拢土。因为听讲冬天若到哦，足寒啦，拢温度拢伫零下，所以草啊吼拢打起你看。是，诶，拄仔有看着河呢，观众朋友有真少看无？无诶人会当去倒带，一点仔河，真正是青色诶哦，毋是迄个，毋是用 AI 甲伊用修理诶。咱伫遮诶相片甲影片拢是老师家己翕，绝对毋是电脑 AI 做诶。所以这个头前每一个教堂，足大，这嘛足大。出真大间诶伊诶教堂。你看天顶诶云嘛足大。
外口都水，内面无菜，就安尼。是啊，迷宫行袂出去诶。这个圆的教堂是足大间的哦。看袂内底看，你就知影足大间。嘿，可能逐条路拢都行诶，行入去可能毋知要安怎说出来。然后我想到迄个庞贝城，是安尼，行入去毋知要安怎说出来，是已经全无几个啊。非常的特别，所以观众朋友爱记家己家己试一个赞哦，因为上帝无甲你放袂记哩，对无？虽然可能人会甲人放袂记哩，足久无联络诶朋友讲，20档以后，讲想着你有即个经验无？足久30档吼，佮遇着一个人讲，30档前我会安尼想要遇过你吼，但是上帝一直拢会记得咱每一个人哦，所以你若有感觉有人互人袂记得人，欢迎你来附近的教会礼拜阮的上帝。安尼后礼拜一个下暗，台湾8:10分，泰国7:10分，澳洲2:10分，佮做伙来讲故事，做伙听老师来讲。后一个吼，嘛是伫土耳其对无？同款。多谢老师的阿尼，安尼有开始。多谢多谢平安，观众朋友。平安。